哦，我刚刚说的话原来都没有听到。好，大家好，我们在半分钟以后开始我们的直播节目。好，那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问好，然后也写下你对原生家庭的看法。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哦，一样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真爱的总干事，还有我们上次也有来过我们节目的一对夫妻，还有杨姐姐妹，他们呢会来跟我们分享原生家庭对他们的婚姻还有他们的交友选择的影响哦。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留言哦。我已经看到明辉弟兄你好，明辉弟兄说帅哥美女晚安，我喜欢这一句，谢谢。我们帅哥美女的，我们自己举手哈。好，谢谢明辉弟兄。哇，还有梅秋吗？梅秋，大家好，梅秋你好，非常谢谢你，很准时哦，来参加我们的讲座。那我们今天呢，特别有3个问题给大家先想一想哦。你择偶的时候会考虑对方的原生家庭背景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目前在交往中，你认识你对象的原生家庭吗？那对象的原生家庭影响他的个性还有性格吗？那不管你是正在交往，或者是还没有交往，或者是已经结婚的，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的婚姻的影响呢？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出去哦，那因为最近都在准备这个原生家庭哦，那我就问他这几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趣哦。透过我们这样子聊哦，那我们开始去思想说，诶，我们的原生家庭，诶，好像真的有影响，诶，到底有没有影响呢？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呢？那就影响我们选择我们的老公哦的这个条件哈，或者是影响我们对于对象选择的筛选的的想法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看哦。那你是不是真的很了解你的对象的原生家庭呢？好，不管怎样呢，大家一定要非常仔细的收看哦，因为我们今天在会后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啊，我已经看到是美珠姐吗？还是美花姐？晚上好，还有安琪。哦，安琪说我的背景很好看，谢谢。我打算飞到天空去了，因为今天是周末，对吗？看到外面的天空非常的蓝哈，谢谢安琪。好，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今天的来宾上来跟我们打招呼喽，好吗？好，那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夫妻档，Hello，大家好，大家晚安。嗨，大家大家好，好，东部好，好，晚上好。再来是我们的杨姐，Hello，大家好，又见到大家了，开心。非常年轻的单身贵族哦。好，等一下呢，非常开心，他们要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原生家庭哦。那当然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师母上场，噔噔，嗨，大家晚安，大家好。师母好，好，那我们好，的师母呢，等一下就会透过他整个讲题呢，跟我们介绍他的原生家庭是不是有影响到他的择偶哦，我们都嗯，非常有兴趣，这个一定要爆料的。我现在就不还要帮大家爆料，大家还要做要专出人家心。暗示我要说了。对，因为本来很想问，但是师母今天有特别交代，在中间讲到的时候才可以爆料，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看，才会认真看，是这样。OK，好，那我们时间就是交给师母，谢谢。好好，欢迎大家哈，我们弟兄姐妹个个都已经在前面直播前面跟着支持我们哈，然后很关注我们的这个的课题吧哈。那我想说呢，这个原生家庭呢，我们讲到说原生家庭，当然这是其中一环啦。
那我们就说这个第二课我们要讲说如何克服彼此的差异。那过去2个礼拜呢，我们也曾经邀请了几对夫妇上来哈。那你们可能还记得的话呢，如果你没听过没关系，你再回去听我们有夫妻讲座的哈。有我们请了2、3对夫妇，还有一些的单身的姐妹们上来讲哈。那这个今天呢，我们会请的就是刚好已经那个主持人邀请了，就是东富跟碧霞他们的差异上次你听到了他们差异真的是很大那他怎么样去克服那个彼此的差异呢？能维持婚姻到35年，那是不容易的事情哈。那我今天会邀请就是单身的姐妹哈，就是杨杰，那我也让她来说说她父母的那个婚姻，他们的个性上的差异如何影响到她的成长。那因为她父母的制造的原生家庭就是她成长的原生家庭哈。所以他怎么影响到他，然后影响到他将来他择偶的时候有什么的考虑，有什么的范畴他会想的哈。那当然就是说在直播前的人哈，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提出一些的问题的哈。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看哈，从一个不同的情况讲原生家庭了。我们说呢，家庭塑造人哈。有人说人呢会变成这样子，有没有家教没有家教，可能就是环境的影响或者是遗传的问题吗？未必。但是有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是有其母就必有其女，是不是这样子呢？也不绝对是的。那也有人说如果呢这个小孩子当然就回头看嘛，比如说这个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早知道如此，6岁前就应该让我来抚养了那就是说有的回头这样想。那有人说看3岁就知道了，可以定他80，是这样子的吗？那当然事实上我们说呢，塑造儿女呢是从0岁开始，事实上也不是从0岁开始，从胎教开始。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为什么要从胎教就开始了。好，所以我们是说你要去了解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讲原生家庭，但是呢差异性呢是从原生家庭开始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的行为观念的分析原生家庭，分析每个人自己的原生家庭。如果说你今天听到这个课题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我就鼓励大家你们可以去好好听，然后就回想说你们的原生家庭，你知道你的原生家庭影响你多少呢？那我们说如果说你知道你的原生家庭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那你可以来想我怎么可以改正我的行为跟偏差呢？那就要重塑原生家庭。什么叫重塑？什么叫分析？那听我慢慢来说我们说呢，从原生家庭呢重新认识自己跟配偶，那特别是对单身的，你要来认识自己之后，你就会给自己定位，你要寻找一个对象跟你的原生家庭你可不可以跟他融合呢？能不能跟他虽然有差异，但是怎么样去协调呢？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原生家庭呢不是绝对的，你说可以改变吗？可以改变，但是你不能改变你的父母，你不能改变你的兄弟姐妹，你不能就是说你要选择出生在哪个家庭呢？没办法选择的但是呢你也没办法选择说你生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在哪里成长，没办法的。但是呢你现在成人了，你现在长大了，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一些的行为思想各方面的。所以我们说这边讲到说家庭塑造人的个性影响人格的成长家庭是塑造人的个性也是影响我们人格的成长，也影响到我们人际关系，也影响到我们管理情绪的能力。因为这些呢我们从小到大谁影响你最大？当然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那个人，那个人可能就是你爸爸，那个人可能就是你妈妈，可能是你的祖母祖父外祖母外祖父，有可能就是说你不是跟你父母住在一起的，可能是你跟你养父母住在一起的。那当然有一些人他是住在孤儿院的，但是他有一个人是他跟着他想学的人，孤儿院的院长或者是孤儿院的老师。那如果说你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不跟养父母住在一起，不是跟那个隔代的阿公阿嬷住在一起，那可能就是你跟保姆住在一起那可能这个保姆的他的价值观他都会影响你的成长。所以我们还有呢对人与人之间的情绪的互动的了解，甚至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是
会不自觉地看上某种特定类型的对象，也受到原生家庭不同背景的影响啊。所以等于说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说我们这个是讲红毯的两端，预备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你已经有对象的还没有对象的。那当然说这个课程呢，对已婚的夫妇来讲也可以帮助的，可能你们都还不了解对方的你配偶的原生家庭，那今天的课题也可以挑起你们再互相去探讨，也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说原生家庭呢，事实上有5大点啊，5个 R 在影响着我们。那今天不是讲这个5个 R 的，这只是给他们一个让你们知道哪几方面哈。第一个是角色的定位啊，你在家中排行老几，老大、老二、老幺，或者是独生子女，都会影响到你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啊。还有你的生活规范，你父母怎么样教你，家规是怎么样。等一下我会问我们的东富夫妇啊，他们的生活规范是怎么样。还有那礼俗的传统，还有那个跟家人的关系互动，你们怎么样去影响，怎么样被影响呢？那譬如说我爆个料，我在家中我是老二我是老二，那我大姐呢，她只顾着读书，那我爸爸把我养成什么像男孩子一样，所以什么事情出众的事情都是我做的，提水的抬东西啊都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跟我爸讲说，我今天个子那么小，都是因为以前抬重的东西让我不能成长就给自己一个调侃一下啊。那如果说这个关系互动，那你们在家里我爸爸是日本教育的，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有规矩的啊。然后呢，就是说你第一顿先夹好你要吃的在你的盘子上面，然后大家都夹好了，好吃完那个饭里头的菜呢，你才能夹第二轮啊。所以等于说很严谨的方式啊。所以等于说这个还有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不能讲话，吃饭的时候呢不能说太多，因为他说你边吃饭，那你口水喷出来就不卫生了啊，这就是一个家规的问题嘛哈。那当然宗教信仰哈，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在我家里成长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是18岁后才信耶稣的啊，那是刚好面临到父母的离异，所以我对婚姻的课题呢特别有一个感动，也特别有个兴趣，想帮助人家怎么样去重整他们的家庭哈，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讲其中一个男女有别，因为呢，我们说要讲婚姻嘛，就是一男一女嘛。那有人说，男的想说你怎么不跟我一样？那这句话呢就有他的问题了。男的怎么可以要求女的跟他一样？你是男的，他是女的，本质上大家的体能上都不一样，思想上也不一样啊。那我们呢，当然就是说这个课题呢，今天在直播室前的人哈，你们不能做，不过我可以稍微给你们看一下，那你们可以拿起你照相机来照也是可以的啊，你们可以夫妇两个去做一下啊。好，我们说男性的话量表跟女性的话量表，有些问的问题呢，有些东西呢，你可以大家去看一看，你是不是很冒险的啊？如果说完全像你的话呢，就打5分。那完全不像你的话，打1分。你是属于冒险的人呢？你是爱运动的人呢？你是温柔的人呢？你是容易饶恕人的呢？你是做事很有恒心的呢？你是很现实的人呢？还是你很容易支配人的呢？还是你是好说话呢、好先生的人呢？还是你很容易同情别人呢？哦，甚至你会容易猜忌别人呢？还是你很冲动的？还是你属于一个很浪漫的？还是你属于很敏感的？你看这些东西呢，完全有些男的是很浪漫的，有些女的是很浪漫的，那有些男的呢是很容易爱冒险的，但是有些女的也很爱冒险的。我们家4个人，有2个爱冒险，后来呢，牧师给我们影响了太极，养成了爱冒险的精神了那还有呢，有人是多愁善感的，不一定是男的女的都多愁善感，男的也有多愁啊。所以等于说这一个的来衡量你自己，然后了解你自己，或是让你的配偶，或是让你那一半来认识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给自己做完一个情况之后呢，2个人去探讨哈。那我就要请我们这一对夫妇啊，很可爱也很这个叫做帅哥美女的阿公阿嬷要上来了啊。那给你们看看哈，他们2个人写的，你可以看一下啊。我暂时不告诉你说
哪个是男的写的，哪个是女的写的，他们有很多的不同啊，数字完全不一样的。譬如说有一个呢冒险的是打3分，哎，很像啊，2个人冒险是3分啊。但是呢有一个是他们夫妇2个，一个人呢运动才1分，完全不像他。那有一个呢运动呢是4分，很像我啊，他们的差异在这边呢。那有一个呢，你看他多愁哦，多愁4分哦。他说对，他是很多愁的人。但是呢他们夫妇有一个呢是说啊，一呢完全不像我，我不是多愁的。你看他们2个夫妇都已经很不同了，那个数字就完全很不同了啊。好，来我们要请一下我们这对漂亮的帅哥啊，要上来一下啊。哎，你们在后台听到了啊，这是你们做的啊。但是我不是在问，但是你们等一下讲的东西跟这个东西也很像的哈。好啦，我们今天的课题就在讲说原生家庭哈，你们2个原生家庭稍微讲一下。你们是Lady First 的呢，还是男的先说？啊，那我先说好了。啊，你先说。哎，东父是成长在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父亲是军人退役，所以比较严谨，就像师母的家庭一样。我们在餐桌上的礼仪教得很严。我们我4个兄弟姐妹，我们4个小孩的拿筷子的姿势是一致的，这一定是标准化啊。对，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坐1/2板凳，不可以靠着椅背这样子吃饭。哇，好严格哦，比我爸爸还要严格。不可以弯腰驼背，然后在餐桌上啊也不可以有夹菜的那个声响很大。哦，这样子啊。这样对，我们是这样子被教导的。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家里是比较严谨。也养成了我比较严谨的习惯，严谨的这个行为模式啊。是吗？对，那加上我自己本身又是职业军人，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对，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就比较多的框框。我喜欢做事情先规划，然后比较重视过程。要重视过程，不是重视结果。但重视过程就会有好结果。重视过程有结果。这是我的思维的一种模式。OK。但是那其他的部分 ，OK， 那就碧霞说。好，碧霞。我们家6个兄弟姐妹，父母亲呢本身就是很开放、很幽默。以餐桌上的礼仪来说，基本礼仪我们都遵守，但是呢，在餐桌上呢，我们家的聊天啊、笑声啊，就好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哇哦！所以我们是很自由自在的。那他们家吃饭是这样，你们家吃饭又是怎么样啦？我们家吃饭当然也不可以乱翻菜。然后但是我们吃饭可以说话。到了长大之后，我们吃饭还可以看电视。把所有的饭菜都搬到餐厅去看追剧。追剧啊。看连续剧，这是我们家很自由的。所以你们吃饭那个看电视也是一道菜啊。对。东父，你们吃饭有没有看电视啊？没有，我们没有看电视，我们只有每一个礼拜6，大家可以到馆子里面，我们就是爸爸会带我们全家去馆子里面吃饭，吃完饭之后聊聊天，就等看那个台式剧场。那意思说要全部做完了，吃完饭了才能做这个事情。那天礼拜6晚上那天，他会买一大包的瓜子，我们可以嗑瓜子，把瓜子丢在地上。第二天早上就是轮值的孩子起来打扫，但是通常我们都赖床睡得晚，都是妈妈，妈妈都已经
打扫干净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家是完全很不一样的啦，对吧？不一样。OK， 这是完全讲。那你刚结婚的时候，你们怎么去面对那种不同的一个心态呢？所以就是说我已经建立了一种铁的纪律、爱的教育的这种。铁的纪律、爱的教育。因为我们在军中确实也是都是这样子在运作一个动作。对，国家有纲常，军队有军纪，军纪是军队的命脉。如果那你把家当作军队来管是吧？对，所以说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哇哦！对，我就在家里面就会比较严格，但是我前4年5年是住在岳父岳母家。但是你是常住在家，还是说你那时候有到军队？你多久回去？在军中我是很少，就是1个礼拜回来1次，有时候如果值星的话，会2个礼拜才有假，所以很少在家。OK， 所以你很少在家的时候，你就不能负起那个军队的一个指令啦。就没有，对啊，就在岳父岳母家的时候，我们就我就是要配合他们的生活步调嘛。所以那时候就算是不习惯那我也是要把它隐藏起来啊。要忍住。是。OK， 那碧霞呢？刚结婚的时候，凭良心讲，很不习惯，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去磨合。那结婚后，我才发觉它很像花岗岩，好硬邦邦。对，四方方硬邦邦都不会变的，对，个性也是一样的，对，所以我们要磨合很长的时间，所以才在这当中也会有一些的冲突。纵使说你们分开1个礼拜回家1次，或者2个礼拜回家，还是会有些的冲突嘛？会，还是会有那么短的时间，还是会有，但是会。对，因为在观念上面在观念上有不一样，我们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思想观念不一样啊，还有哪些方面不一样呢？比方说我回家我就要把拖鞋，鞋子一定是会把它摆定位，两只鞋子放整齐。但是那时候住在岳父岳母家，我就会把所有的鞋子摆整齐。怪不得真理堂的门口的鞋子是不是都是你在摆的了？我有看到的话，因为我感觉这个是一个秩序啦，给人家感觉我们是一个有秩序的一个团队嘛，一个。OK 因为日本的文化也是这样子。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到了教会脱鞋子，大家都很自动的把鞋子翻过来排好。不错，你跟着已经有那种日本文化的。因为我们在军中的时候，连夜间都有夜间的那个内务，我们的鞋子要怎么脱，然后那个脸盆里面的牙缸头那个柄要朝哪一个方向，然后牙刷要放在什么位置，我们都是一个都是有定位的。哇，那这样子碧霞是不是带给你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那我也是尽量在调整很辛苦，尽量在调整。很辛苦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出来是说我们要分房睡，他马上就回我说，那结婚为什么要结婚？他说为什么要结？就是因为我感觉我的生活习惯跟他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曾经考虑过，对你是把在军队的生活方式带回到家里头来。是因为从小在家里的生活就很严谨，再到军中，对我来讲，我20几年到结婚那开始之后才过另外一种的生活，另外一种方式的生活。但是如果陛下不配合的话，你会怎么做？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讲1次讲2次。我在军中的话，我是第2次我就要处罚了嘛。哇，你还处罚陛下呀？
不是，我是说在军中处罚部属啦，就是只要部属，但是回到家里不能处罚他呀。对对对，但是也就是说，尽量的劝说，不过我的耐性不是很好，这一点我必须要承认。我就对，有时候感觉自己是对的，就会去坚持。这个事后我想了之后，我也感觉这样子是很不对，是把家庭变成的是像是战场一样。这样子哈，好，那碧霞说说，碧霞说说。结婚第2个月吧，第1个月他还不敢说，光挤牙膏啊，牙膏这个问题呢，我们一直到现在吧，现在没有，但是后来有，现在我们有好几条牙膏。他讲他的，到后来他讲他的，我都不理他。哪一天我心情还蛮好的，我就会把牙膏拿来，把它往前挤，从后面再挤上去。对，光这个牙膏的问题，我们也是弄得不一样。就在生活方面，真的也因为我的坚持，所以造成了我们彼此之间蛮多的摩擦啦。这个是我必须要承认，而且要认错的认错的地方。所以无形中就是说，你好像一个四方形，碧霞好像是个圆形，所以四方跟圆形在一起的感觉啦，对不对？碧霞她的家是比较自由，比较有弹性，对，是吧？也比较随和，是吧？对。东富呢是四四方方的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的刻板一点好啦，那想问一下哈，你们两个自从你是在军队呢服役几年之后才回到家，两个人就搬开公公婆婆的家，就是岳父岳母家，多久之后搬离开？我们4年还5年？4年半，还不到5年呢。4年半。但是他还在军中，那时候我还在军中，但时间比较自由了，就是比较自由。但是那时候4、5年了，那时候有几个孩子了？3个孩子，没有2个，2个要，老二才2岁。2个孩子 ，OK。所以呢，你们那个习惯在2个孩子来了之后，那个习惯有没有调整好呢？还是还在征战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还在生活当中都有一点摩擦，所以说我是感觉我们2个一起生活是有苦有甜。有苦有甜，先苦后甜吗？还是先甜后苦呢？还是穿插呢？酸甜苦辣，一边吃苦一边吃甜，糖甜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2个算是相爱，都是爱对方，彼此都是喜欢爱着对方。应该我们很爱对方，这样子讲，我们很爱对方，但是我们的观念跟思想不一样。我们可以因为思想观念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爆就可以爆。对，OK，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只要有一点点燃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燃起来了。那你说你们2个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离婚？有，在最早的时候，还是几年后，还是8个月的时候？你说结婚之前还是之后？还是之后吧？当然之后啦，离婚前没有离婚嘛。对啊，老大8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他从军中回来，我就抱着我老大，我就跟他说，东富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商量，跟你说。他就好啊，他还很轻松的坐下，他说什么事？我就说我要跟你离婚。东富听完之后感觉如何呢？他觉得为什么突然要跟我离婚呢？我就跟他讲说，我们2个个性真的是差别太大了。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一起生活下去。其实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他提起了之后，我就他那时候给我的答案是说，我愿意改，你愿不愿意再给我机会？所以我就又再给他机会，然后老二又生出来了。因为那就这么一次提过，就没有再提过了吗？就提那一次。离婚啊，离婚提的无计其数啊，是到最后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信主了以后，他突然给我一个灵感，我说我是一个负责的男人啊，如果你爸爸把你交到我手上，你要离婚的话，我要亲自带你从曼谷啊带你回台湾，把你交还给你爸爸。结果发现这件事情那一次竟然就平息了。对，我补充，那一次我们争吵得很严重。我跟他讲说，明天我就要买机票回去了，还是我就想那个晚上我就要离家出走了。他就说你不要走，结婚的时候是你爸爸亲自把我交到你的手上，然后如果要离婚你要走的话，我也要亲自把你交还去给他。然后我就哭得很伤心，很伤心。他这个离家出走是真的是原生家庭带来的。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因为我着急啊，我那个离开家，然后我找不到人，电话不接，那种折磨，那种真的是一种很难以形容，很难以这个去表达的一种心情跟感觉。就是说，因为他离家出走，你有一种很强的失落感。不是，我是担心他的着急，我是担心他的安危。其实你担心他，他离家出走有没有带孩子走？有一次带老幺才满月没多久。老四，那刚满月没多久还很小啊。所以说他如果是回去到娘家，回去到有一个好可以待的地方，可以让我安心的地方，他出去这个是很正常，人有情绪，有什么事情，对这个去疏解。但是问题是他离开之后，我不知道去向，而且不给我不接我的电话。那很着急哦，很担心了。对，安全的问题，他也长得蛮不安全的。长得很漂亮。主要是我要对他的父母亲交代来父母交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是感觉做男人的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态度。OK， 好，那碧霞，为什么那时候你选择这样子离家出走嘞？就是故意要气他，让他难过啊，让他着急。因为这段婚姻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的原因呢，是第一个，因为我知道东富是100%的很爱我，爱家爱孩子，这个是不可否认的。这是我没有离的。第二个原因，我一直虽然讲过无数次 n 平方次的想要离婚。第二个不离婚的原因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不是没有爸爸就是没有妈妈，我不希望他们在交男朋友的过程中，去到男朋友的家里，父母亲问他说：“你爸妈呢？”如果孩子一提说离婚了，我就觉得情何以堪。每一次我一想到这边，我就会哭到那整个脸盆都是泪水的。所以你是为了孩子，对，你为了孩子就忍着，对 ，OK， 很好。谢谢你们给爆了那么多料，弟兄姐妹听到太多了，哇，从来没听过你两个说这些，在下的。既然要上直播，就要真实一点。对，要真实。好，等一下我们还有真实的事情。你看有人帮 ，OK， 好，我们先等一下让你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叫你们上来。好的。OK， 然后有人说要推我。好，我们很谢谢东富他们两位啊。他们真的是很真实的把他们的感受，把他们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好，那我想在这里呢，给你们看一下，事实上他刚刚讲到他们原生家庭哈，
你可以透过他们两个在诉说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画这个图，但是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东父的家呢，他们是可以说呢，他们的弹性度呢是缺乏弹性的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缺乏弹性的啊。那因为他是军事嘛，他爸爸也是军人嘛，所以他们家的一个原生家庭的生活方式完全是按照军队一个很严谨的生活方式。但是呢，碧霞呢，他们家呢很有弹性的啊，很有弹性的。那他们家的人呢，很亲近的，所以可以看到说他们两个的那个差距之大，一个是缺乏弹性的，一个是很有弹性的。所以两个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磨合啊，就长很长的时间哈。就是说这个原生家庭的，那你可以思想一下，你的成长环境，你的家人的关系是如何呢？是很有弹性呢，还是没有弹性？那很亲近呢，还是不亲近的哈？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那他们刚刚两个有讲到说什么呢？个性，他们两个完全个性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很严谨的，所以原生家庭给他一个个性，就是说要很严谨的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但是呢，碧霞的家呢，是父母呢给他们一个很自由空间发展的，他们很讲幽默的啊，所以他们的个性呢，个人的反应，还有他们的互动，还有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的人际关系的那个独特性，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等于说弟兄姐妹，你们在听的时候，你可以思想，如果你正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了解到这个层面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今天就提供给你们去探讨。你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多了解他原生家庭，可以帮助你两个人将来要走到结婚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你知道怎么样去应对的，很重要的哈。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机会来探讨说个人择偶的个性哈是怎么样的。相似性好呢，还是相异性比较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讨论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们在这边讲到说呢，个性相异性大的话，你在这个大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互补，还是要相克呢？啊，人需要相异性的互补，喜欢相似性的互动。所以个性差异大呢，难相处；个性差异小，比较容易相处。所以可以看见到，你可以刚听到东父夫妇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都很可爱的，两个人很善良的，两个人都爱对方的啊。刚碧霞讲，他知道他是100%的好丈夫、好爸爸，但是个性上差很大，对不对啊？在婚姻的过程当中，都会想到说要离婚，甚至离家出走。你不要说这个碧霞会离家出走，我都离家出走过啊。好，来我们看过哈，那个性的测值哈，测试一下可以看看正式跟非正式，一个你是属于指使的还是复合型的。那正式跟非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指使型的人呢，他比较注重目标，他比较会管理。但是呢，复合型的人他重于分析跟整理。但是非正式的人呢，他善于处理，那有行动的。但是如果他偏向复合的话，他对人就比较同理，他注重人的关系哈。这是稍微给你们讲一下。那我再弄另外一个图表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呢，有人做过，有人没做过哈。这个 DICS 个人行为模式的表现模式，事实上呢，这一些的都是从我们原生家庭在影响到我们。你是快步调的哈，我们看看上面。你是属于快步调的人呢，还是属于慢步调的？啊，那你是属于做任务导向的，重视做事的，还是呢人际导性注重与人交往的？那如果我来说的话，我还没有问到说东父跟碧霞，他们哪个一个是快，哪个是慢啊？哪一个是任务导向注重做事的？啊，那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东父他是重视做事，那碧霞呢可能是注重与人交往啊。那与人交往，比如说快步调，如果说重视与人交往的话，他就注重关系、轻松、亲切、辅助。但是如果他注重任务导向的人，这个人就很独立、很自我防卫、很冷静、很掌控，他指挥性强、坚持性强。但是如果你是慢步调的人，而且又是任务导向的话，你是精打细算、重视时间、
偏重事实，欠缺耐性，所以呢，纠正人的性比较强，严谨性就比较强。但是如果你是人际导向的话呢，你又是慢步调的人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凭感觉，看重意见，弹性应用时间随和，那你就辅助性就比较强，温和性也比较强。所以慢步调的人是属于被动回应，躲避风险，审慎决定，合作，动作缓慢，关注特定的领域，聆听发问。好，那我们暂停在这里一下，我就请我们另外一个单身姐妹上来跟我们说说。好，师母好，大家好，好的，我要请你就说，因为我们在讲到说，原生家庭怎么样的影响到你哈，那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讲说你的父母，因为你父母是创造你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好，那你从他们两个的个性上，他们的相异性上，怎么样影响到你呢？你可以说说看。我爸爸因为是家里的老大，然后就是特别的看重于责任，然后然后我爷爷家呢是比较我的外公外婆家是基督徒的家庭，也就是像刚才碧霞姐就是弹性度很高，然后家庭的很注重关系。那我爸爸家呢就是特别传统的那种中国家庭，然后就是特别看重于长辈。秩序、礼貌，所以在当中我都有，就是还是都有受影响，就是既看重家庭的关系，然后同时也他们就很强调为人处事一定要很懂礼貌，然后会要去打招呼啊，叫人啊，帮忙啊，就是就有很大就有这些的影响对我来说。那然后我爸爸妈妈的沟通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么妈妈因为是很注重关系，然后是刚才师母谈到是她就是快步调的，所以做事情就是很看重结果，就是马上就要你快点1、2、3、4、5不要多说了，得到结果就那爸爸就是就是可以耐心的听我说话，然后然后我有什么心事啊，我就想说，可能没有一定要他们给到什么答案，但是他就很乐意的听。那妈妈就是每次打电话都以解决问题，就是说妈妈我遇到什么事了，你可以帮我吗？就是所以对我的原生家庭还是对我的一些与人相处的方式啊，然后看重择偶的一些标准也还是有不太一样。那你有听过你父母他们的交往哈，在你出生之后，那你成长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听过他们会有离婚的一个声音呢？有听过一次，是他没有谈到离婚，但是是很大的争吵，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刚刚开始流行手机的时候，好像是我9岁吧。然后就是妈妈因为是很注重关系，他们家就是外公外婆家，还有就是常常都会随时打电话，就会告诉我我要去哪里呀，今天几点回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有这个意识。那爸爸家呢就是因为就是看重的是秩序，所以他们就很少有这种意识，我要提前报备呀干什么。就有一天好像爸爸就出去，然后突然临时好像他的朋友有事情，就是也是临时的，就是他就因为在忙就忘了告诉时间，那个时候已经好像晚上12点多了，然后还没有回来，妈妈就急了，就出什么事情了，怎么的。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小，但是9岁也不算小了，但是我就很有印象这件事情，然后妈妈就很生气，后来她就也是回娘家，然后我要回娘家了。他已经回了，就是觉得很生气，觉得你为什么那么不看重于妻子的感受？你不知道我在家，因为爸爸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就是早上了，就很晚了，就让可妈妈那个情绪积累了一个晚上，觉得你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来，然后也没有告诉什么
所以他那个情绪可能就积累到很强烈，然后第二天他就回外公外婆家，我还记得我爸爸带我去到那边，然后去外公外婆家，然后有和好，所以那个是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们的争吵到一个特别激烈的。但是到后来好像因为也是这件事情，然后给爸爸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和震撼，因为好像他们两个从来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就是所以他后来就养成也是就变成了习惯，就是随时要去哪里要干什么，然后都会提前打电话，然后如果会遇到什么事情啊发微信啊就会快点告诉，就没有出现过那一次那么激烈的这个矛盾的时候了。所以等于说你妈妈是回娘家没有带你回去？没有，他就是不像碧霞是带孩子回去，带孩子进家出走。好像我记得，因为第二天是我还在上课，我就早上去上学，然后回来发现，妈妈没在，然后我爸爸加班回来说，然后就不打，也是一样打电话也不接，什么也不接，后来他们就可能意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就带我去到外公外婆家。这样子就好。那我想问一下，你父母的沟通方式是怎么样？我父母的沟通方式就是，如果用爱的语言的那个5个语言，那爸爸就是是一个肯定的，也愿意花时间。然后妈妈就是一个服务的行动，她就是特别愿意帮我们做事情，然后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些生活条件啊，各样的事。那爸爸就是比较重视于这种聆听啊，然后就是他会默默的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是那么愿意去表达。那妈妈就是会比较快，因为她是快步调，就是很多东西她就会可能别人也会做，但是他就等不了，就非得要你现在马上就快点去做，很着急，对吧？对，他就会使得就是爸爸有的时候就会说，你好，我会去做，你不要说了，就会有这种他们一点的，就是比较在沟通方式上的争吵，就是爸爸会觉得，你好像就是会觉得妈妈好像很啰嗦，就是而且要重复。然后那他就是会想说，我会去做，但是我需要我的时间，给我一些时间，给我慢慢的去做。但是你的原生家庭除了说他们在沟通上，在性格上一个慢一个快啊，那你你是独女嘛，独生女儿嘛，那在他们有争吵的时候，你在当中怎么样去处理呢？你要听谁的？如果他们争吵的时候，会不会来问你啊？会，他们特别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就是其实我一直都属于他们中间的一个润滑剂的作用，就是现在特别是到可能现在就长大了，就是可以更多的去了解，然后又学了心理学，就他们也会发现，我比较可以去理解到彼此两边的一些想法和感受。那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自己2个人沟通，就发现已经沟通了一下，然后还在好像有一些卡在那之后，他们就会来找我，然后就会问我，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谁对谁错啊什么的？那我就会去帮他们有一些我没有去调解谁对谁错，但是我就会帮助他们去了解到彼此的沟通的方式和想法的不一样，学会去然后我们就一家人就会在祷告当中还是彼此扶持，然后去饶恕对方。我们家还是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很快的 say sorry， 就是如果我们都会，如果真的觉得是自己有问题，然后使得对方不愉快的时候，我们之后会很快的 say sorry， 所以互相我们就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还可以建立一个我们都乐意的去建立很和谐、很完美的这样的关系和家庭。但是对你来说的话，你现在还没有对象，但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选择对象要了解自己原生家庭之后，
那你要让对方知道你原生家庭，你要知道对方的原生家庭。那如果说你这样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你要选择对象的时候，你会有几样的考量呢？我觉得因为我的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其实我不仅希望我的那个对象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也很期待说如果他的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也觉得这是更理想、更完美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我自己来说，有一点点可能其实私心的觉得，我还是希望我的配偶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完整的，就是那完整是怎么样的完整呢？就是完整是资源的完整。就是我不太我觉得我可以去理解，但是我还是期待他的就是家庭是一个，就是父母还是在婚姻当中，然后比较就不是那种离异啊，或者是单亲的这样的家庭，我还是希望是一个就是有父母是完整的。也就是说那个家庭是没有失去工人的。对，就是如果说即使一方是去世的，但是他至少不是因为离异或者就是争吵啊，或者性格，我还是有这样一点点的期待。但是现在越来越大之后，可能也会觉得更多的去理解跟我不一样的家庭了。那如果说但是如果说有个弟兄啊，我在挑战你啊，如果有个弟兄你很欣赏的。你有欣赏他的，然后他各方面都符合你的期待的，但是就这么一点，他父母是离异的或者是单亲家庭的，你都还是不会考虑吗？现在来说也不会了，但是我会去考量他说有没有受到父母离异或者是这样对他的性格的影响。就是有没有如果他的是健康的，因为父母即使离异，可能给到他的爱是足够的，然后教养方式是好的，我觉得可以去接受。但是如果是说因为这个父母的离异对他的性格上或者与人的沟通方式有很大的一些问题，那我可能会要考虑适不适合了。OK， 好的，明白了。好，谢谢你的分享，等一下再看看啊。OK， 好，我们在这里说到了，刚刚你们有听到那个东富夫妇哈，他们一直当了碧霞想到说，如果要离婚哈，就想到说想到孩子，万一人家到朋友家或者是人家家里问他，哎，那你父母呢离婚了，可能就带给他孩子对方的朋友的父母可能会考量了，就像杨杰。他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当然是选择说对方的家庭是完整的。好，那我相信呢，这个是一般人的一个期待哈。那同样的呢，我的父母呢，他们以前呢也是吵吵闹闹，在我们的10几岁的时候，早就分开了，而且是没有离婚的。他们不离婚，但是分居。但是我父母的理由也是这些理由。就说我们不用离婚吧，我们就是分居，至少呢2个女儿要嫁人的时候，别人说你父母怎么样没有离婚是吧好像比较好看一点有这样的考量，所以到后来他们还是都没有离都没有签那个离婚纸，只是离异了，就分开了那事实上呢，我们说现在社会的问题很大，家庭问题也很大。所以我们说中国的离婚率已经10大经济特区，他们的离婚率已经达到39%到40%了，很多不完整的家庭。但是呢，如果这样说如果说这个对方是父母是离异的，难道他就没有机会去选择说他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吗？我想说上帝呢可以在当中做一些的改变。纵使我是在选择对象的时候，那时候我都没有考虑到说对方是离异或不离异，但是只要说主这个人就是因为爱主的人，他渴慕上帝的人，他就可以让圣灵来改变他，神来改变他然后成一个完整的。
那当然就是说，后来我父母虽然是没有离异，但是他各有婚外情，各有在外面生孩子。那所以我就有2个弟弟，一个是同母异父的弟弟，一个是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们家看起来是完整，但是真正呢是失去功能失调的家庭。但是上帝的恩典，从不敢结婚到结婚，选择对象，跟神祷告，有一个弟兄爱主、爱神、爱我、爱家庭，接纳我的家庭的问题，对不对？那当然就是说牧师他的家庭，他们爸爸有2个太太，好，所以等于说这个你好像没办法选择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的家庭也是因为他信主了，他从他的家庭是功能失调，我家庭也是功能失调，但是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协和，以致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家庭的问题失调，但是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婚姻生活做得很好。若是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无法维持到38年的婚姻。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请东富跟碧霞上来，因为他们有4个孩子，我要问他们这下子了，要来问你们了，因为2个呢吵闹闹，还是维持不离不弃35年。你们有4个孩子，我记得那时候碧霞跟我讲，你的孩子要结婚啦，你也希望他们幸福，你也告诉他们要做婚前辅导，你也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怎么预防啊，然后准备进入婚姻当中，好不好？分享一下你怎么给你的你3个女儿1个儿子吧？对，儿子还没有嫁，儿子还没有娶老婆，3个女儿都嫁人了哈。好，那从你做妈妈的心情哈，或是爸爸哈，让妈妈先说哈，就说你3个女儿都嫁人了，当时你女儿选对象的时候，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第一点，因为我们在2003年我们全家就进教会，然后就信主。那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就为他们的另一半祷告。那孩子要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会来问我。第一个我会问他们，第一个一定是要去做婚前辅导。婚前辅导一定是要做的，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个是你准备好了吗？你的心理各方面你都准备好要接受这个婚姻了吗？因为结婚那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讲，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不是只有嫁给他而已，是嫁给整个家族。因为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的经历这样子来讲，我就会跟我的3个孩子这样子讲，是一个人跟一个家族是不一样的。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这是很重要的。一直到现在结婚后，偶尔他们也会有情绪的时候，我也很感谢主，我跟东铺下来学真爱婚姻这个地方。当我们在聊天，或者他们有一点夫妻之间有 argue 还是什么的时候，我都会第一个先教他们先祷告，第二个是自己反省。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女儿，我也很怕她跟我一样很公主。OK， 所以你会提醒他们是吧？对。好，来爸爸呢？爸爸给3个女儿有什么的建议呢？是，家庭不是战场啊，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即使回想35年半，在这个婚姻的点点滴滴当中，其中有甜有苦，然后也有美好，也有辛酸，所以我们这个婚姻还一直保持着。所以碧霞刚才讲说，虽然有无数次的想要离婚的念头，但是我们都没有离成啊。那当然就是说，孩子也是一个因素之一。我更担心，如果三个女儿跟着我是可以把她们抚养起来，但是通常
女孩做父亲的，就是在照顾的方面会比较吃力一点，而且会比较不适合。所以说嘛，我们就把这个婚姻一直维持到现在。那个多少的痛苦白白受，这是在一首诗歌里面的歌。真的，我想起来真的是。那我2003年很幸运的，2003年我们进了教会，很感谢主。我们进了教会，然后在耶稣基督里一次一次的看到自己的过错。就是说，虽然我并不是恶意，我的每一个动机都是为了家，为了孩子，但是我所做的方式却对他们造成了伤害，这是我的过错。我在神的面前，我认罪，我悔改，然后神一次一次的也就在让我的里面能够更新改变。现在的我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我跟以前真的不一样。太太给你这样子啊？那要讲回到2003年我们进教会之后，我发现教会有这么多的功能，让孩子的教会，他们的青春期在教会那时候叛逆的阶段，那让我们省了好大的力气。对，除了我们父母亲的教导之外，还有神的话在教导他们。那到了适婚年龄，他们的辅导就开始告诉他们，你就把你的对象你的条件，把它一个一个写下来。那当我们看到他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很高兴，因为我们本身做不到。有时候父母在要对他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婚姻辅导的这个表格。如果我们做的时候，孩子有时候会反弹，或者是有时候他们哎呀不要再说这个，我们也就停下来。但是他们在团契里面在运作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实在我非常的阿们，我很感谢主为他们预备。所以我一直认为神。虽然我们两个人常常有摩擦有冲撞，但是神对我们的祝福从来没有少，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很真诚。我们信主不是只是嘴巴讲，嘴皮讲，但是我们是真心的把自己摆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所以神也看到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摆上的神的祝福让我一直说我的女儿没有嫁人。我就说他们是结婚，他们不是以前的观念就嫁出去就泼出去的水，所以我一直不愿意这样子说，用这样子的词。而他们结了婚，他们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一起在享受从神所赐的这种的幸福跟美好。所以很感谢主，我们也一直还有体力，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全程参与，生产的时候我们也一个一个都陪同，尤其是这个妈妈那种对孩子对女儿的爱，那种牺牲奉献都不求回报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个精神。所以说感谢主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我自己本身对我自己的期许就是说，要多爱碧霞一点，要多的欣赏她的优点。你不要再管她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安琪有提醒我，她说我是有那个控制狂。不是强迫症。是，其实事实上，我只要是因为是他不做他的事情，我一定是自己做，我不会，而且他不要我做的事情，我也是尊重他。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为了避免一些冲突战争，所以我有做很大的一个调整。那不错。对，在这个方面是神赐给我的智慧。OK， 很好。所以我要常常说我不要洗衣服，我不要洗衣服。
我不要做饭。哎呀，你的女儿都上来了，嗨，爸爸了，来听你说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如何沟通，还有如何处理这种冲突的一个方式。这个部分呢，我是要要给那个没有进入婚姻的，或者进入婚姻之后已经有彼此之间有发生瓶颈的，或者是还不错的那个婚姻的关系还不错的在这个方面我是在这边提醒，就是要做适切的沟通，而且要有好的方式，两方面就是换位思想，两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很好。好，陛下还有没有要说的呢？你有什么要给一些女婿男孩子要娶女孩子有什么的建议吗？娶我的孩子，我们3个女儿要结婚，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就是我们不要聘金，也不要任何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对方一定要是基督徒。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然后我们也希望，所以我们的女婿全部都是基督徒，都归入神的主的名下了。是感谢主同一个信仰，是不是？是。那这样才能够你们争吵的时候，你们孩子有没有出来劝架过？这一点真的就是我最深的痛啊。我心里最深的痛，因为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子，但是就是那种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那种坚持，是一种伤害，所以我感觉，学习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成长进步很大，如果有瓶颈的婚姻的家庭啊，赶快鼓励你的丈夫信耶稣。好，你女儿说她有劝架。好，陛下，我们夫妻从孩子这样子，我们的争吵啊，给我们的孩子很不好的负面影响，真的是错误的示范跟不好的影响。当我们两个跟上帝认罪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孩子，如果单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一的跟孩子认错。然后我也跟我3个女儿讲，我不希望你走我们的路。我说妈妈以前是行为真的是不对，女孩子也不要这么要强。不要要强，然后不要 copy 我们的模式。这千万不可以 copy 的，所以我跟东父现在我们就我们一定要维持很好的，我们要把好的榜样给3个孩子、4个孩子，让未来儿子跟你对，给他们好的榜样 copy 给他们了。这是我们2个一直在的。如果有怒气来的时候，我都说不要中撒旦的计谋，撒旦都不喜欢夫妻和好的，我就会告诉自己，然后我们2个会先分开，先冷静。我就会进书房，所以不错，你还是回应了，你看也让他们学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OK， 所以很好啊，你们夫妇2个做了很美的一个榜样啊，让孩子们也很以你们为荣啊。好，谢谢你们。OK， 好，归给神。OK， 感谢主啊。好我们感谢主了，那你们可以下去了啊，我们时间等一下给其他的啊。好，我们感谢主呢，就是东父跟陛下35年的婚姻是不容易的就像我说的，我38年的婚姻，那有些时候呢，在婚姻当中，在气头上的时候，哪一方要先忍着住口，甚至要忍着住手。有些人口吵架了，手就出现了，一拳就打过去了，我们这叫做家暴。刚刚东父讲的也很清楚，毕竟他是一个军人我姐夫也是一个军人，但是他是个空军。他就说家呢不是战场，战场是在外头，
家呢是一个爱的我，所以既然要结婚，好好经营你的婚姻。所以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你们要好好去想，真的好好去想你的婚姻啊，上帝会祝福你。但是呢，原生家庭这件事情，你们不得不要一定要去想的。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原生家庭的部分哈，再给大家复习一下。从原生家庭呢，重新认识自己跟配偶。我们每个人是从一个家庭出生的啊，那这家庭在塑造你我的个性，在影响你我的人格成长，在影响你跟人的人际关系，也在影响你管理你的情绪的能力。你怎么控制你的情绪呢？就我们所谓的 EQ 嘛啊，还有呢，别人的情绪影响到你，还是他的情绪发飙的时候，你受不受他的情绪影响呢？啊，那当然是我们上次第一次的开播的时候，我们有讲到情绪嘛，你我他。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到情绪的互动关系哈。所以有些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呢，以前我们都忽略了，我们都忽略了原生家庭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同层面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在公司的工作，甚至也会跟人的互动，也会影响到你把你的原生家庭的一些的误区带到你的婚姻当中。甚至你也把你原生家庭的误区没有修正的，没有重塑的，也带给你孩子有一种误差哈。所以呢，希望大家从这个层面来看，原生家庭包括你的老大、老二、老幺。如果说你是一个老大，那你娶个太太，那太太呢可能不晓得你家对老大的要求是什么，那可能就要承担那个大嫂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好，所以等于说不同的一个角色定位，大家都要先讲好，先沟通清楚。那生活规范也是一样嘛。啊，我上次有说嘛，我有2个女婿，老大呢是跟那个瑞士的人结婚，老二呢是跟美国的女婿结婚。那这个老二是先结婚嘛哈，那先结婚的时候呢，生活规范怎么做呢？以前呢，在我们家呢，清扫卫生呢，我们家清扫卫生呢是1人1半啊，但是呢，倒垃圾呢是牧师的责任，所以我女儿就觉得说倒垃圾是男人的责任，但是我这个美国女婿呢，他说他们家倒垃圾是他妈妈的责任，所以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呢，我女儿说你去倒垃圾啊，我在我家都是我爸爸倒垃圾。结果我女婿说不是啊，我们家是我妈妈倒垃圾啊，你应该去倒垃圾。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生活规范，大家要去调试的。就像刚碧霞讲，有时牙膏挤牙膏，看起来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哈。有些生活规范是小小的一件事情都成为吵架的。有人呢，结婚20-30年了，还是会因为挤牙膏还没有吵好，还没有谈妥。啊，曾经呢，我就是在一个讲座，一个夫妻讲座。那对夫妇也是结婚了将近20多年了，还在争吵说这牙膏的问题。我说这现在牙膏一支牙膏多少钱啊？如果说你说他一直在吵那个挤牙膏挤在中间挤，或者是在从后面挤上去的，那倒不如一个人买一支牙膏嘛，对不对啊？所以我最近在辅导一对啊，他说啊，那这样不行了，那我们不要买同样的啊，你的牙齿的问题再买另外一支牙膏，你的牙齿的问题再买另外一支牙膏，所以等于说大家都先讲好，啊，在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这个东西哈。还有关系的互动，事实上关系的互动我们还没有摄入更多，因为时间有限。好，譬如说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不等于你的配偶跟你父母的关系，你跟你兄弟姐妹的关系很密切，也不等于要求你配偶跟你的兄弟姐妹的关系要跟你一样密切，因为那个关系还有那种爱，那种亲情的爱是不能等于的，所以等于说这些东西都要去考量的哈。那讲到说宗教信仰，同信仰跟不同信仰，那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择偶的时候跟信仰结合跟不同信仰结合又会是什么样呢哈？那当然我们要看到这些的个性啦，还有原生家庭的弹性啦，那你们家是一个弹性度高呢，还是弹性度低呢？还是甚至没有弹性的呢？还是很亲密的呢？
好，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夫妻的关系的。个性我们都讨论了，我们还没讲到性格了哈，因为时间太不够了啊。但是呢，最后还是强调这个部分啦。我们呢，在这个 DICSC 的个人行为模式的表现模式，所以说快步调跟慢步调，大家不要彼此来认识一下。还有呢，有人是很爱帮助别人的人，譬如说一个配偶很爱帮助别人，但是呢，另外一个配偶不是说不爱帮助，是觉得说帮助人要适可而止，不要 over， 不要超过。但是有个人是说，为什么老是去帮助别人？他的配偶，他忽略他配偶是人际导向的，他希望跟人家建立很好的和好关系。但是他另外一个配偶呢，他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要注重做好事情就可以了嘛。所以两个如果说你不认知对方跟你是不同的，可能快步调跟慢步调大家看得很快，但是很多时候呢，在人际导向跟任务导向，大家忽略去想这个部分哈。所以呢，这是给这个提点哈给他。所以我在这边稍微说的这个4部分。快步调任务导向的人属于什么呢？掌握型的人，他的沟通性格的方式。那快步调跟人际导向的人，他是属于影响型的人。那慢步调呢，注重人际导向的人，他是属于比较稳定型的人。那慢步调的人呢，注重事物导向的人，就是任务导向的人，他是属于谨慎型的。你是属于哪一型呢？那如果说你现在在交男女朋友，你可以把今天所讲的东西呢，可以拿出来去跟他探讨，或者是说你们夫妻已经结婚，可能刚结婚1、2年的，或者是结婚20、30年的，你们从来没有涉猎这个部分，甚至也还在为了姻亲关系争争吵吵，可能就是原生家庭在影响着你们哈。所以呢，我们原则上就说来到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停在这里，那看看呢。我要看看有没有人有问题哈，那我还在请那个我们的后台啊，可以请那个S 可以上来了。嗨，哎，可以差不多了啊，还有10分钟给大家问问题哦，还是看看大家有没有回应。给大家问问题，我自己就很想要去做问卷测验。这个问卷想要拿到问卷的，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会跟你联络哈。可以发给你。有趣哦，可以了解自己，透过数字数据，然后分析哦，我们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哦，然后可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继续哈。那我们还有一个更好康的哦，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的对不起，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哦，这是我们今天的探讨的3个问题哦。那大家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呢？跟你原先想的，刚开始跟后来哈，我们已经听完了哇，这么精彩的非常多，整个家族都已经上来哈。我今天非常的兴奋哈，看到虽然没有看到人哈，但是看到他们在FB 上面回应哈，也是很开心哦。那非常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又有不一样的想法呢？那我们这个是真爱呢，他们在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个一线牵的这个服务。那这个呢是针对你要寻找，而且是认真寻找哦，不是来玩的。而且呢，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千万不要来玩哦。就是单身人士哈，就是未婚、离过婚，或者是有丧偶的哦，你都可以来这个地方哦。扫这个码呢，你就可以登录，然后可以注册。那当然要21岁以上了哦。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很完整的一条龙服务哦。我看到这个非常兴奋，我想说哇，如果我们那时候有这个。应该是可以解救很多的朋友哈，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在很迷茫啊，他不晓得自己到底是什么型的。那我觉得这个网站非常好，他会帮你做特质的分析。那这个婚前辅导这些是要收费吗？目前来讲啊，我们婚前辅导呢，真爱是不收费的，自由奉献。真是太棒了。还不收费呢，这个是无价。但是有做一个国际这个国际商标的啊，就是代表有国际性的，我们会提供给他们做一些网上测试，有150条，
测试完了之后呢，结果呢就会帮他们分析他们的问题。那这个就是20块钱美金一对。就是你已经配对成功了之后，他会帮你分析，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缴费用真是太便宜了。如果不参加这个 E-Link 的话呢，你要来找我做婚前辅导的话，我就会要求你们先上网去这个不是这个网站，是另外一个网站，然后就是20块钱美金，然后2个人不能同时间一起讨论的，要分开2个地方去做测试。做完测试之后的结果是送给我的，然后我再来帮助他们做分析，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协调，然后看他们的配合度，他们的相异性或相似性有多少 percent 来做分析。很有趣哦，真心话大考验就对了。对的，没错。好了，主持人，有人问你问题耶？对，有人问问题吗？问你。请问主持人的原生家庭跟老公有什么不同？要你爆料。主持人非得爆料不可，好吧？牺牲一下，老公不在身边，可以随便爆是吗？对，跟你人家做事。我的原生家庭我们都是教师应该是我老师，然后妈妈也算是曾经工作，然后因为养育，然后就在家里，那是很单纯的。那他们家的话，我老公家的话，他们都是就是老师，那都曾经当过老师，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公司工厂，就是大工程，就是接大工程的，但是他们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应该算是很类似。对，就是说。教育背景相似啦，哈，今天我们讲的是说看原生家庭，不是说来看说那门当户对，这个跟门当户对没有关系的，是觉得是说呢原生家庭它有它的性格、它的个性有所不同的哈。好，那你们家你们2个人背景是说父母的教育程度差不多，是吧？但是你们2个的个性呢有点不太像，是我们是差很多，对。但是我觉得原生家庭也是会造成我们的个性的当然了，是没错。对，所以我们就是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因为书香嘛，就是读书就会比较那但是我跟爸爸又不像，我是很慢步调，然后但是跟爸爸有点像是事物导向是，对，然后先生的话他是很快，可能他跟爸爸妈妈都很像，就是爸爸妈妈也都很快，他们很果决，快步调的快步调的，对，思考各方面很快就会有答案的。然后我还没有想通，然后已经有答案，然后我接不上话的这样子。但是也都是事物导向吧？对，对不对？不是人性导向，对，就是比较那个任务导向的在这方面不会差那么大，只是它快一点，你慢一点而已。是，对，对，慢很多，还有快很多，对，没错，差距很大。对呀，是，对，然后还有什么吗？有人问交往多久步入婚姻，是在问那个东富他们是吗？这好像是上一集的上一集可以回去回播回播去看了我们不再重复这个地方。是。我们以后还会请他们上来的，你们要问什么东西都可以先写下来的我们开了好吧？那我们主持人要报告下礼拜。好，那跟大家广告一下，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由 CareMore 基金会还有泰国真爱家庭协会合办的，所以呢再一次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分别在我们如果在2个网页跟我们留言呢，我们都会跟你联络。那下个礼拜座谈室是讲到信仰跟婚姻，哇，这应该是蛮多人的一些有可能是困扰那也有可能是正在面临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择偶跟信仰到底有没有关系，那关系有多大？如果选择不一样信仰的人都已经选择了，那要怎么面对呢？那如果你现在还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才是最好的？是。
对，我们都会请人上来现身说法的啊，所以拭目以待。好，那我们请他们的2个单位再上来跟大家 say 拜拜。OK， 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哦，要跟大家说拜拜，再见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哦。哎，是，好，感谢主，爱你。好 ，OK， 好的，拜拜。那我们下周见，同一时间7点半，再见，拜拜，拜拜。